Hello，我係 Olivia，今日嚟到維景灣畔嘅一個一房單位，即刻睇下。維景灣畔近港鐵調景嶺站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由新鴻基同太古發展，提供一房至三房嘅單位。今次介紹呢個係15座嘅單位，實用面積405尺。一入到屋呢，就係飯廳同客廳啦，空間感都好大。窗口望出去就係屋苑嘅來源景啦，再望遠少少就係張南嘅樓。跟住入去主人房度睇下啦。房間呈長方形，就算擺咗張雙人床之後，都仲有少少空間可以擺床頭櫃或者係梳妝台。房嘅景觀基本同廳嘅一致，都係望來園。業主喺呢一邊做咗個到頂嘅衣櫃，咁收納量都唔少。去睇埋浴室嘅部分啦，見到浴室係維持咗原本嘅裝修設計嘅，唔多唔少都有啲使用嘅痕跡。新業主可能要預留少少資金去翻新。最後睇埋個廚房，如果以1至2個人嚟講嘅話，呢個廚房係非常之足夠嘅。3個爐頭、洗衣機、雪櫃放晒入去，都仲有備餐空間。我自己覺得呢間屋光線充足，望內園景好舒服，又聽到雀仔聲。如果你都鍾意嘅話，即刻 WhatsApp 我啦，我哋睇樓見。